大家好，如果您已经看过我之前的分享，您一定已经了解台麸、TF、藜麦这些古老谷物的好处，也知道只要烹调得当，豆腐其实并不可怕，反而非常美味。不过我常听到大家有这样的困扰，林医师，这些听起来都很棒，但我到底该吃什么？具体来说呢，这确实是个好问题。知道台麸对身体好，并不能帮助您在中午站在厨房发呆时决定午餐该煮什么。所以今天我要把所有细节都摊开来讲，7天每一餐确切地告诉您该吃什么，何时吃，完全不需要伤脑筋，照住做就对了。顺便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林医师，专注于老年医学与健康照护已有20年的经验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发现了一件事，人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资讯，而是一个具体的计划，一个简单可以直接执行，不需要整天做决定的计划。您知道什么是决策疲劳吗？这是真实存在的。到了晚餐时间，您可能已经做了300个决定，大脑已经当机了。于是您随手抓了最方便的东西来吃，而那些通常都不是能帮助您增肌的食物。这个饮食计划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。您起床时知道早餐吃什么，午餐时间到了，您也知道午餐吃什么，不需要思考，不需要动用意志力。事实上，老年学期刊曾发表过一项研究，他们追踪了长者2年。那些拥有结构化饮食计划的人，比那些只是吃得健康一点的人，增加了更多的肌肉量。结构化永远是赢家。请在留言区告诉我您的年龄，如果您已经尝试过我之前影片提到的台麸或豆腐，也请告诉我进展如何，我很喜欢听到大家的回馈。在带领大家浏览这一周的菜单之前，容我解释一个观念，这会让整件事变得更合理，那就是蛋白质摄取时机。大多数人不会考虑到这点，他们早餐吃得很少，午餐不吃或是随便吃点小东西，然后晚餐再大吃一顿，摄取一整天所需的蛋白质。听起来很熟悉吧？这样做有个问题，人体在单次进食中能用于构建肌肉的蛋白质是有限的，这就像有个上限。晚餐一口气吃80公克蛋白质，并不能比吃40公克多长出1倍的肌肉。身体只会把多余的蛋白质燃烧掉，转化为能量，或是储存成脂肪。但如果您把蛋白质分摊开来，早餐30公克，午餐30公克，晚餐30公克，这样您就给了身体3次构建肌肉的机会，而不是只有1次，差别非常大。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，将蛋白质摄取平均分摊在3餐的长者，其肌肉合成量显著较高，总蛋白质摄取量相同，但实际不同，结果就更好。因此，这个饮食计划会让您在每一餐都摄取约25到30公克的优质蛋白质，让您的肌肉整天都处于构建模式。让我们开始吧。第一天我称之为基础日，因为一旦您掌握了这一天，其他的变化就只是举一反三。早餐很简单，台麸粥，大约3/4杯的台麸，用水或杏仁奶煮，大约需要15到20分钟。当它变得很浓稠，像粥一样时，就知道煮好了。上面撒上大约3汤匙的大麻籽 hemp seeds， 1把核桃，半杯蓝莓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淋一点蜂蜜。就这样，我保证味道比听起来好得多。在您还没换好衣服出门前，您已经摄取了22公克的蛋白质。午餐是谷物碗，
这将是您这一整周的基本架构。基底是藜麦，煮熟后大约1杯的量，然后加入您的蛋白质。今天我们用豆腐，大约4盎司，约115公克。记得要像我之前教的那样，先压出水分再烘烤，让外皮酥脆，内部保持口感。加入您喜欢的蔬菜，我喜欢绿花椰菜、紫甘蓝和小黄瓜，淋上一些芝麻酱、塔希尼。这餐大约能提供28公克蛋白质，很有饱足感。习惯之后，其实非常好吃。下午点心非常重要，不要跳过。1杯半的毛豆，蒸5分钟，撒点海盐，挤点柠檬汁，搞定。这里又多了18公克蛋白质。晚餐是天贝 tempeh， 我通常用大约4盎司，约115公克，切成约半英寸厚的条状。千万别跳过蒸这个步骤，放入蒸笼蒸个10分钟。相信我，这能去除有些人抱怨的那种苦味。然后用洋葱、彩椒和你喜欢的调味料煎一下，搭配一些线米、昂玛朗和大份沙拉一起吃。这餐大约有26公克蛋白质，加总起来，第一天提供了大约94公克的完整植物性蛋白质，分摊在4个进食段。您的肌肉有了4次生长的机会，这时大家通常会开始慌张，看住第一天的菜单，心想这要煮好多东西，我没时间每天这样做。您不需要每天煮，秘诀在这里，选一天，大数人是周日。如果您喜欢周一，也可以进行批量烹饪，煮一大锅台麸，分量足够1周吃。藜麦也是您的第3种谷物，不管是线米、小米还是高粱米也是，让它们冷却，分装进保鲜盒，放进冰箱，它们可以轻松保存5到7天。同一天把所有的豆腐都压好水分，我通常会处理整整1磅，压前切块，依次全部烤好，实际用烤箱的时间大约30分钟。把烤好的豆腐快存在冰箱，随时可用。冷冻毛豆可以永远放在冷冻库里，想吃的时候只要蒸5分钟。做完这些准备工作，大多数的餐点只需要10分钟就能组合完成。您是在组装，而不是在烹饪。第二天，来点变化。早餐是台麸松饼，这其实是我太太想出来的食谱。半杯台麸粉，1根捣碎的香蕉，1颗鸡蛋，少许杏仁奶，搅拌到可以流动的程度，像煎普通松饼一样煎熟。上面放草莓和杏仁酱，口感很扎实，是一种令人满足的扎实感，不会太沉重，但很饱足。这餐大约有20公克蛋白质。午餐走地中海风，做成藜麦塔布勒沙拉，塔布勒基本上就是藜麦混合切碎的巴西里 parsley、 番茄、小黄瓜、柠檬汁，加上用奥勒冈叶和橄榄油烤过的豆腐，旁边配些鹰嘴、豆泥、红萝卜和芹菜条，大约25公克蛋白质，感觉很高级。如果您的藜麦已经煮好了，这只需要10分钟。点心是果昔，嫩豆腐混合冷冻香蕉、大麻籽、杏仁酱、杏仁奶打匀。听起来很怪，但其实非常绵密好喝，就像甜点一样。大约22公克蛋白质。晚餐我通常会做炒菜，把天贝切块放入热锅，加青江菜、荷兰豆、蘑菇、大蒜、姜，淋一点酱油，搭配小米食用。说实话，比白饭好吃多了。这餐大约28公克蛋白质。第二天总计约95公克。第3天，这天会变得有趣一点，请耐心听我说。
早餐今天改吃咸的，用蔬菜高汤代替水来煮台夫，这对风味来说是个关键改变。上面放一颗煎蛋，炒菠菜、酪梨切片，撒上综合贝果调味料 ，Everything Bagel Seasoning， 大约提供24公克蛋白质。这道料理的美味程度让我自己都很惊讶。午餐是大份沙拉，我是指那种真正的沙拉，不是那种看起来很凄凉的生菜。综合生菜、藜麦、毛豆、酥脆豆腐块、红萝卜丝、杏仁，淋上芝麻酱汁酱，大约30公克蛋白质。这其实是我整周最喜欢的午餐。点心样是毛豆，再加上一些杏仁，大约20公克蛋白质。晚餐这个很有趣，天贝塔可 potatoes， 把天贝弄碎，加入塔可调为粉和莱姆汁烹调，把它包进玉米饼皮里，然后疯狂加入配料，生菜、番茄、酪梨、香菜，随您喜欢。我通常会在旁边配一点苋米，加点莱姆和香菜进去。这餐大约24公克蛋白质，第3天总计约98公克。我必须在这里说明一下，您不必完全照图做。如果您讨厌塔可就做别的。如果您某天想把藜麦换成小米，尽管换，结构比具体食谱更重要。达到您的蛋白质目标，将摄取量分摊在整天，吃真正的食物，这就是关键。第4天到第7天，接下来的几天遵循相同的模式，我会讲快一点。第4天早餐，第2天剩的松饼，用平底锅热一下，让它变酥脆。切一根香蕉，挖一大匙花生酱。说实话，这是我最爱的懒人配料。大约21公克蛋白质。午餐这次用高粱米做谷物碗，搭配豆腐、烤地瓜、羽衣甘蓝、芝麻酱，大约27公克。点心另一杯果昔，嫩豆腐、芒果、大麻籽、椰奶，约20公克。晚餐扁豆炖菜，红扁豆煮得很快，大约15分钟。加入红萝卜、芹菜、洋葱、大蒜、孜然、蔬菜，高汤，淋在馅米上，挤点柠檬汁，撒上新鲜巴西里，约26公克。第4天总计约94公克。第5天早餐这次吃咸味小米，炒蘑菇、水波蛋、大麻籽、新鲜百里香，约23公克。午餐天贝佛陀碗，基本上就是天贝泡在藜麦上，搭配烤鹰嘴豆、小黄瓜、腌洋葱、绿泥神酱 （Green Goddess Dressing），大约32公克。点心毛豆配上1小块黑巧克力，约18公克。是的，我说黑巧克力，您没听错。人生苦短吗？晚餐豆腐咖喱，这道稍微花点时间，但很值得。椰奶咖喱酱煎豆腐，加入鹰嘴豆、菠菜、彩椒，淋在小米上，约28公克。第5天总计约101公克，是本周最高。第6天早餐回到台福州，这次加椰子片、芒果、夏威夷豆、蜂蜜，约20公克。雅式沙拉，生菜、藜麦脆豆腐、毛豆橘子拌杏仁芝麻酱，大约29公克。点心自制坚果混合包，大麻籽、南瓜子、杏仁、几颗巧克力豆，约18公克。晚餐建议天贝，用大蒜、柠檬迷迭香煎过，
搭配高粱米和烤芦笋，约26公克。第6天总计约93公克。第7天早餐台夫粥加杏仁酱、草莓、奇亚籽、大麻籽约24公克。午餐豆腐、生菜包，弄碎的料为豆腐、加荸荠和红萝卜，炒点海鲜酱。茴香 sauce 用奶油莴苣包住吃，旁边配藜麦，约26公克。点心啊，未来母毛豆，约18公克。晚餐天贝串烧，把天贝和手边有的蔬菜串起来烤，彩椒、制瓜、洋葱都可以，放在线米上。我喜欢在主线米时加点大蒜和香草，比较不无聊。约27公克。第7天总计约95公克。购物清单，让我帮您简化一下。5. 台夫 TEF， 您大概需要1磅到1磅半，约450-680公克，看您后来有多喜欢吃它。藜麦1磅，线米1磅，小米和高粱米各半磅。蛋白质，硬豆腐2磅，天贝1磅，冷冻毛豆3磅，红扁豆1磅，嫩豆腐1盒，做果昔用。蔬果，香蕉、莓果、芒果、柠檬、莱姆、酪梨、绿花椰菜、羽衣甘蓝、菠菜、青江菜、红萝卜、小黄瓜、番茄、彩椒、洋葱、大蒜、姜香、新鲜香草、巴西里、香菜、迷迭香、百里香。食品柜常备大麻籽、奇亚籽、核桃杏仁、南瓜籽、芝麻酱、杏仁酱、花生酱、橄榄油、芝麻油、椰奶蔬菜高汤、酱油、迷醋、枫糖浆、蜂蜜、香料。让大多数人惊讶的是，这一整张购物清单的花费比1周的肉类餐点还少，而且大部分的东西还会剩下，可以留到下周吃，在结束前给几个小撇步。第一，精通台夫。说真的，一旦您的早餐台夫搞定了，其他事情就会顺理成章。前一晚先煮好，如果早上很忙，加热一下就好。第二，从商店买回豆腐后立刻压出水分，不要等，压好收好，随时可用。第三，保留紧急蛋白质。冷冻库里的毛豆，琉璃台上的大麻籽，食品柜里的扁豆罐头，这是为了那些您实在不想煮饭的日子准备的。第四，不要追求完美。如果您能做到80%的达成率，您就会看到成果。错过一餐无所谓，下一餐吃对就好。这无关完美，而在于持之以恒。第五，告诉别人您在做这件事，您的配偶、朋友或是留言在下面，当则伙伴很有用。当别人知道您在执行计划时，您更有可能坚持到底。最后讲个故事，还记得我提过的张伯伯吗？他是位来自台北的72岁退休工程师，在之前的分享中我有提到他严格执行了这个计划8周，同样的食物，同样的结构，同样的时机。他下一次回诊时很有趣，医师看住他的数据，直接问他吃了什么药。张伯伯笑着说，没吃药，只有台夫和豆腐。他增加了将近5磅，约 2.2 公斤的精实肌肉，他的握力提升了 22%， 走路速度变快了，平衡感测试也全面进步。72岁的他做得到，你也做得到。我会把这份完整饮食计划的 PDF 档连结放在说明栏，把它印出来贴在冰箱上，照住做1周，看看会发生什么事。如果您还没订阅，请记得订阅，把这个分享给有需要的人，有人作伴，
增肌之路会更容易。您最期待哪一天呢？第3天的天贝塔可，还是第5天的卡利？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我会看每一则留言并回答问题。现在您拥有了一切谷物、蛋白质完整的规划、购物清单、备餐技巧以及背后的科学原理。除了开始行动，没有什么能阻挡您拥有更强壮的肌肉。明天早上煮台夫鸭豆腐，从第1天开始，7天后您会感觉不同，30天后您会从镜子里看到变化，90天后您会纳闷为什么自己拖了这么久。您值得拥有强健的体魄，您值得享有独立自主的生活。现在您知道该如何实现了。保重自己，相信自己。我们下次见。